大家好，今次又喺觀塘隨意咁食午餐，又睇睇食咗啲乜嘢。第一站嚟到觀塘駿業街，去到呢度駿業熟食市場，上去1樓，幫襯呢間食店。地方比較細，佢哋每日有幾款午餐可以揀。呢度有原米茶俾你飲，每個套餐都有味噌湯，味道唔會太鹹。有茶碗蒸，裏面有蟹柳同埋素翅，雞蛋係好香滑，仲有水果，火龍果又腍又甜。到主菜，呢碟係鹽燒青魚御膳，58蚊。表面少少脆，魚肉蒜滑。呢碟係蟹霎霎牛舌御膳，70蚊。厚切牛舌，爽滑有彈性，燒得夠香，醬汁好味。有檸檬汁、薑蓉、岩鹽俾你調味。呢碟係鹽谷三文魚御膳，68蚊。三文魚燒得夠香，魚肉嫩滑，油脂甘香，白飯軟熟。睇睇其他，呢個係麻婆豆腐，68蚊，味道少少香辣。佢哋係用雞肉碎，豆腐同雞肉都夠滑。呢個係親子湯御膳，60蚊。呢個係雜錦天婦羅御膳，78蚊。呢碟係豚肉炒烏冬御膳，68蚊。總結呢間食店嘅食物質素同埋味道，算係合格之上。下一站嚟到觀塘開源道，嚟到呢度駱駝漆大廈第3座，上去1樓，幫襯呢間食店。佢哋係用2維碼自己手機落單，點咗一啲食物。呢碗係葱油雞髀飯，66蚊。雞髀肉夠嫩滑，夠香雞味。有半隻溏心蛋夠滑，白飯加咗啲葱油，輕輕鹹香味。有香葱、青瓜拌菜。呢碗係雞松茸竹笙花膠雞米線，86蚊。花膠夠滑，米線軟滑。雞件係肉質夠腍，竹笙夠爽，雞松茸湯味香濃。呢碗係花甲粉絲，66蚊。蜆肉鮮甜，有娃娃菜、雲耳、青瓜等拌菜。粉絲係幼滑爽彈，個湯底就過鹹咗啲。食飯包飲品，罐裝汽水、凍檸茶都可以。總結今次食嘅食物，除咗佢蜆湯差咗少少之外，其餘嘅食物都係合格嘅。跟住嚟到觀塘鴻圖道4號碼嗰邊，入去呢個美食廣場，幫襯呢間食店。買咗2碟飯食下，俾你1個鐘，鐘響係攞食物。呢碟係瑞士汁滷水雞髀皇蛋飯，62蚊，包熱飲一杯。雞髀真係好大隻，大少少肥肉，滷水汁少少香甜，雞肉又腍又滑。呢隻煎蛋就一般啦，白飯正常。
另外一碟係黑松露蓮藕墨魚餅飯，68蚊，份量係少咗啲。墨魚餅煎得夠香，肉質爽彈，裡面嘅蓮藕粒少少脆口，黑松露味又怪怪地。呢隻煎蛋係夠滑，白飯又係一樣，有椰菜做伴菜。凍飲要加3蚊，凍檸茶正常。總結雞髀係好食嘅，墨魚餅就普普通通。跟住幫襯就喺隔離嘅呢間食店，買咗一碟意粉，又係中響係攞食物。呢碟特製豬扒意粉66蚊，好大碟，份量多，有3大塊豬扒，煎得夠香。黑椒汁啊分開上，俾你自己加嚟調味。豬扒薄切，肉質係一般，加啲黑椒汁好味一啲。意粉係爽滑，沙律菜係算爽。凍飲啊要加4蚊。總結呢碟豬扒意粉味道可以接受。今次最後一站嚟到觀塘偉業街，幫襯呢間茶餐廳。呢度係用2維碼自己手機落單，下晝2點後嚟食會平一啲。叫咗一碟飯，呢碟葱油香煎豬扒飯48蚊，包一杯熱飲。豬扒夠大塊，煎得夠香，又夠厚身，肉質軟腍，夠香味。葱油少少鹹香味，有雜菜做伴菜。圓形米飯夠軟熟，凍檸茶要加3蚊。總結呢碟豬扒飯算係好食。鍾意呢個頻道影片就請按訂閱同撳埋個鐘仔，下次有新片推出就即刻收到通知。今次就食住咁多先，有啲食店星期日係唔開嘅，多謝大家支持收睇，拜拜。